嘅八福係乜嘢啊？係咩嚟嘅咧？我嘅八福係乜嘢咧？開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哀慟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安慰。溫柔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。你今次考試啊，唔該好啲啦嚇，次次唔合格。不如我哋下一次再努力啲咯。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飽足。即係有交換嚟睇啲乜？哇！咁呢種好啊！哇！兩邊錢分享，咁再睇俾佢哋睇，好正啊！全部真係都好好睇。憐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蒙憐恤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見神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呢兩個人啫嘛，你一齊玩啊！易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當呢個係磚頭，但係你都攬住耶穌，努力起身攬住耶穌。係啊係啊，攬住。我哋一齊成為